中大醫學院推算，全港大約有18萬人患有鬱躁症。負責研究嘅醫生話，鬱躁症比抑鬱症傷害力更大，但係市民嘅認識不足，呼籲社會正視。由蔡文健報導。從事採購嘅阿 May 10幾年前已經察覺自己有情緒問題，但到近期先至證實有鬱躁症。佢話個病帶俾佢嘅困擾好大。嗰段時間其實係持續好短嘅啫，可能1個禮拜或者幾日咯。咁但係喺嗰幾日嘅時候呢，我會情緒好高漲啦，同埋工作量我會突然間自己比自己多咗咯。咁亦都會覺得個腦轉得好快，停唔到咯。中大醫學院進行普查，訪問咗3000名市民，發現大約有4%嘅市民有鬱躁症嘅病徵，由此推算全港有18萬人有呢個病。負責研究嘅精神科教授李成話，鬱躁症為病人帶嚟嘅痛苦比抑鬱症更大。大家試下諗下呢，每10日俾你半日去天堂，9日半去落地獄，咁嗰個波動同埋嗰個對比呢，對當事人嘅情緒啊、心理啊、人際關係嘅衝擊係好大嘅，所以佢發生其他併發症啊、焦慮症啊、酗酒啊、用安眠藥等等都會比較嚴重，或者自殺率。李成又話，患鬱躁症嘅病人除咗有普通抑鬱症嘅病徵之外，仲會經常自誇，瞓3個鐘已經覺得足夠，同埋冇節制咁購物等等。李成話，鬱躁症同抑鬱症唔同，用抗抑鬱藥未必有效，呼籲市民及早接受診斷。有線電視記者蔡文健報導。房屋署轄下嘅公屋公共地方今日起實行全面禁煙，有市民話指定嘅吸煙區太細，指示唔清晰。由譚家恒報導。喺彩虹邨一早就有職員派傳單提醒市民去指定地方吸煙。第一日全面禁煙，部分市民冇理會喺村內公眾地方吸煙。房屋署喺轄下160條屋邨實行全面禁煙，咁市民呢只可以去到呢啲指定嘅吸煙區嗰度食煙。不過房委會話會有9日嘅寬限期。如果發現有居民喺村內吸煙，房署人員會勸喻同警告。全個彩虹邨只有翠瓊樓同綠星樓後面有指定吸煙區，有市民話地方太細同指示唔清晰，根本都企唔落啊！如果有2個人行過咁，啲食煙嘅點企啊？都唔係好清晰啊，應該係咩寫個字大啲，或者寫啲通告咁啊，大家知道啊好啲。你食咗幾年煙啊？食咗幾年煙啊？立法會吸煙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鄭家富巡視將軍澳尚德邨。佢話喺屋邨全面禁煙執法有困難。而家呢，如果以而家咁樣嘅房署嘅人手同埋權力，房署咁大嘅公共地方，以及咁多外來人等，淨係去查佢哋係咪本村居民，已經有排拗，亦都可能係有太多嘅衝突。佢認為根據康文署嘅做法，劃一將屋邨嘅遊樂場地納入禁煙範圍，並設定額罰款已經足夠。有線電視記者譚家恒報導。職工盟根據統計處公佈嘅資料分析，發現過去10年本港嘅低收入人士大幅上升。97年月入少過5000蚊嘅在職人士有30萬多啲，但到06年就上升咗70%，有52萬人，佔咗勞動人口1.5%。而收入少過3000蚊嘅，亦都由97年嘅接近6萬人倍增到06年嘅14萬幾。職工盟話，分析結果反映出基層勞工並未受惠於經濟好轉，工人仍然要面對工資低、工時長嘅問題，在職貧窮問題亦都不斷惡化，促請政府全面檢討勞工法例。